你嘅專屬頻率係點樣嘅呢？你嘅狀況又係點樣嘅呢？ Time Waver Home Affirmation 調頻技術會深度分析你嘅能量場，為你匹配最合適嘅頻率共振。以上4大調頻項目釋放、支持、轉化、解鎖，幫你修正舊模式，活出真實嘅自己。每一個人嘅能量都獨一無二，立即預約了解。